強化肺功能。異位性皮膚炎排出皮下垃圾才能根治。下，異位性皮膚炎就是類固醇造成的悲劇，是一種人為災難。除硝石，免疫識別能力恢復不怕過敏誘發物質。現代人通常將異位性皮膚炎、鼻炎、哮喘稱為人類頭痛的三大過敏症。所謂過敏是指對一般正常人不會引起任何反應的物質，卻會引發特定人群過敏反應的現象。也就是說，免疫力出現了誤判現象。牛奶、雞蛋、花生、桃子、花粉對一般人完全無害的物質，而且是有益健康的東西，卻會引起特定人群的過敏反應。這是免疫系統失去了識別能力，認為這些東西有害而造成的。通過強化肺功能，使免疫系統識別能力得以恢復，異位性皮膚炎等過敏性疾病就能得到根治。但是現代醫學不明病因，告知患者能引起過敏反應的物質是什麼，然後讓他們迴避這些東西。家裏的灰塵、蟎蟲怎麼迴避？怎麼能避開花粉？怎麼能避開涼風等等，都是很可笑的事。肺功能恢復正常，過敏體質轉為正常體質，肺就是免疫力的核心，所以肺功能如何就是判別過敏體質和正常體質的標準。如果肺功能好轉，免疫識別能力就會增強，這樣過敏性疾病就沒有了立足之地，瘙癢、鼻涕、噴嚏、鼻塞等症狀都會消失，皮膚變得清透有光澤。所以說，過敏其實就是因為免疫識別能力下降而造成的。免疫能力處於最佳狀態，耳聰目明，就被認為是恢復了正常。如果稀裏糊塗，就會造成誤判。無害的東西會被當作是有害的東西進行抵抗，從而出現過敏反應。服用過多合成藥物的人也容易轉變為過敏性體質。我們來自大自然的身體，會對進入身體的新物質產生抗拒反應。韓國有句古話：一朝被別嚇，不敢看鍋蓋。如果經常抗拒的話，就會對那些東西產生過敏反應。總是這樣抗拒，天長日久，看到天然的東西，也會視其為合成藥物，而產生抗拒反應。所以說，合成藥物是造成敏感性體質的另一個重要原因。越是這樣，越是要排除體內的毒素，只有這樣才能從過敏性體質恢復到正常體質。淨化肺臟，為肺各個部位的積熱降溫，強化心肺功能。那麼我們身體的最前緣，守護在咽喉部的扁桃體就會強壯起來，強壯的扁桃體就會排放出淋巴球，找到身體各處的毒素，清掃乾淨，不斷積累力量，擊退從外部侵入的有害細菌或病毒，區分敵我，然後合理反應，免疫識別能力強，不但是異位性皮膚炎，各種過敏性疾病都能驅除。先天性皮膚過敏好轉。我是住在美國紐約的趙女士，女兒今年9歲。2014年7月女兒出生的時候就有濕疹，後來我發現她不會出汗，經常鼻子很敏感，一摳鼻子就流鼻血，還對花生、杏仁等堅果過敏，聞到味道都會呼吸困難，不小心碰到就起一大片疹子。那時候女兒日夜哭鬧，手腳皮膚又紅又腫，抓破了就流血水。看到女兒這樣，我們夫妻很心疼。醫生說，這種先天自帶的皮膚病是很難治的。醫生開了好多西藥和口服液，服用後女兒出現嚴重嗜睡現象，整天都沒精神，皮膚也沒見好，一直還在發作。就這樣皮膚過敏一直伴隨着女兒的成長，困擾着她，也成了我們夫妻倆的心病。其實我很早就在大紀元報紙上看到扁康丸的廣告，但先生不太相信。我考慮了3年，終於在2018年8月買了第一瓶扁康丸。女兒服用後很快就出現了排毒現象，四肢皮膚沒有一處是好的，又紅又腫，奇癢無比。白天女兒邊哭邊使勁找，晚上又哭又鬧睡不了，我們夫妻倆輪流陪她找養到天亮。那時候見到排毒反應這樣厲害，我們都想放棄了。特別是先生本來就不太同意吃扁康丸，
當時我心痛女兒，又面對家人的反對，壓力特別大，所以買第二瓶時，我們家是通過投票計數來決定的。很慶幸女兒能繼續服用下去，服用到第4個月時，女兒睡覺不鬧了，也不哼哼唧唧了。到第6個月時，皮膚開始好轉一些了。到了第7個月，我有一天發現女兒的皮膚過敏現象減輕了，四肢的皮膚開始好轉，排毒反應也不那麼厲害了，看到嫩嫩的新皮膚長出來了。服用到第8個月時，有一天女兒從公園回來，高興地對我說：媽媽，快摸一下我的頭，出汗了。在服用扁康丸期間，女兒不僅皮膚過敏有很大改善，免疫力也有很大提升。現在個子長得和同齡小朋友一樣高，天天樂呵呵的，手腳也不腫了。原來以為女兒長得胖嘟嘟，後來才知道那不是胖，而是皮膚浮腫。現在才發現不腫了。雖然女兒還沒有完全好，但我們全家都有信心，扁康丸能使女兒恢復健康。徐孝石院長簡介：徐孝石院長是著名韓醫學代表和扁康丸創始人。一生致力於傳統醫學和呼吸系統疾病的研究。根據傳統韓醫學理論，肺為五臟六腑之首，肺部積熱導致了鼻炎、支氣管炎和皮膚病等疾病。扁康丸能徹底清理肺部積熱，從根源上解決哮喘、鼻炎、皮膚病、重症肺病等呼吸系統問題，已經使全世界16萬鼻炎、哮喘、皮膚病和重症肺病患者恢復健康。徐院長是新唐人電視台52集大型電視系列專題節目《走進韓醫和神醫再現》的主講人，著作包括扁鵲鳥院在扁康世界人的健康保鑑、扁康傳統醫學奇蹟等，在全世界華人中有巨大的影響力。扁康丸全球服務中心，諮詢電話：北美800-210-5501，台灣02-7753-8122，香港852-3892-8241，歐洲4420-3923-2740，新加坡65-6797-6924，澳大利亞1800-066-099，日本81-120-011-826，網站 www.pyeongchang.us， 郵箱 pyeongchang.us@gmail.com，Line ID @pyeongchang.us， WhatsApp +18002105501。Unsubscribe. This message was sent to Lisa 007811@gmail.com from Pyeongchang, US 229 West 第28 Street 6 Floor, New York NY 10001。